암니 로 가체레 로 자치 자그리 초 가체레 아브 자두리 자치 로 자자도 자치 자그리 자시 자그那说的 초 자시 가체레 자그리 价格，哦呀！今天我们来到泥巴镇啊，这边的有400多个老人聚在这里一起练经。一个镇里超过90岁以上的老人有30多个，80岁以上的老人就数不上数。兄弟们有没有听说过？中巴节给南路啦，老哥这今个没打什么叫拉萨，老家西今个没大自州加工的，这所有的马来西亚多。这里就是我们的甘南州卓尼县的泥巴镇。今天我来到这里，非常的开心。这里称之为我们高原的长寿之乡，最高的年龄有116岁的老人。大家呢，在那来表，先把大家搞不轻松。等你请南把这一件给这大干着啊，我们一起看看好吗，兄弟们？我过来拜访一下，顺便带了一点小礼物，兄弟们不能空手来嘛，对呀。等下我说，你把中作个罗齐亚他们去，等那么的周围呢，东盘那个地的，等你啊，可做了大概用不用？等你老把东巴马里萨高莫去肯定用个月。哦呀，那个是要头发抖的。哦呀。前边王国江边杨德邦马林军在上边打抗chiến开北祖先总高瓦路上这边下了所望的妹妹这边的前进的是这边前边王国江边杨德邦马林军在上边打抗chiến开北祖先总前边王国江边杨德邦马林军在上边打抗chiến开北祖先总高瓦路上这边下了所望的妹妹这边的前进的是这边前边王国江边杨德邦马林军在上边打抗chiến开北祖先总前边王国江边杨德邦马林军在上边打抗chiến开北下的是我先摘小，放着，排队。全国浪子等下要送啊，快送，那种，你要送就要送，要送。哎，快！就这位，家的全